恁着学老耶和华，伫正直人的会中、甲公会中，我要专心感谢耶和华。耶和华的所做真大，既若欢喜，伊所做的拢着查考伊。伊的手所做的是诚实公平，伊的教示拢是确实，是永世代坚固的，是照诚实正直设立的。伊伊的百姓施行真救赎，伊定着伊的约直到永远。伊的名是圣，通敬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本。既若照安尼行的，才是聪明。耶和华的名声直到永远。三甲来学老，圣诗第125首，圣诗第125首，美妙主耶稣。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咱犹原徛地，用四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并是过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上中告我上天，这是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三甲来启用。启用文第56篇，启用文第56篇，现着我来启，请会众来印。创世以前就有道，道甲上帝同在。伊是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一切受造的大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这个光伫黑暗中得照，
伊伫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人毋捌伊。遐个接纳伊个，就是信伊个人。因毋是对血统，毋是对肉欲。都正做人，踮伫咱中间。阮有看见伊个荣耀。伊对伊满满的恩典。律法通过摩西颁布。无人捌看见上帝。请咱三甲仰头来祈祷。听阮世间人阿爸爸上帝，感谢你伫过去的年日中保守阮，拢得到平安，献上阮的感谢。伫即个受分别的日子，受你竞选的正信徒，搁一届组织来敬拜阿罗你。愿你按耳孔听阮的感谢甲恳求，求你感纳甲赐福互阮。伫即个新年头、旧年尾，季节交替，天气极无稳定的时，求主保守阮每一个人，通身体勇健，灵命增长，认真追求信仰，亲近主，为主做见证。伫阮兄弟中有心灵病痛、身体痛苦的，求主伸手安慰扶持；也有出外募集求学的，求主保守因的脚步无离开你。这是求你拍开阮的心，互你的话通过陈牧师的宣讲，激起阮，互阮会通有火热的心，积极的行动来侍奉见证主的名。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请咱三甲来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可福音书第1章，马可福音第1章第21节到28节，21节到28节。我来读。引入加百农，耶稣伫安息日入会堂教示人。人奇怪伊的教示，因为伊教示人亲像有权的，无亲像经学士。拄啊，会堂内有一个犯着鬼的，后就讲：拿撒勒人耶稣，阮甲你甚物干涉？你来要灭阮嘛？我知你是自罪，就是上帝圣的。耶稣责备伊，讲。你着静静对即人出去，写信抽出，迄人大声叫，就对伊出去，众人拢戇哑。地教三辩论讲，即个是怎样？是新的教示，伊用权命令写信，写信也顺趁伊。伊的名声随时传遍加利利的四方。学老，请圣歌队，耶稣是我救主。
正道，这是牧师要谈正道的题目是“治罪为见证基督”啊，治罪为见证基督。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分享大声，咱搁一届做伙来感谢。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对阮的疼痛，互阮有份享受一个礼拜内底，会当互阮会堪即开喙用诗歌向你来学乐。主上帝，通过礼拜，你将你的话授予互阮。总是阮必须承认，阮的灵性欠缺、软弱，需要你信心的帮助。主啊，求你的神来光照阮，求你的神通过分享的中间，启示阮每一个人无共款的得到，来成做阮性命的帮助。主，我就将分享的过程全然交托伫你。安尼祈祷恳求甲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见证，也是讲做见证。我想这个词对咱基督徒来讲，并无青分。检查咱过去听过侪见证，检查咱过去家己嘛常常做见证。总是基督徒需要做见证，安尼的功课是为着什么？做见证上重要的，就是要互人看起上帝。是咱身躯顶的作为，见证是要互人看起上帝是咱身躯顶的作为。见证较毋是讲要互人知影讲你发生啥物代志，重点是要互人看到上帝。因为咱生命的见证，主角绝对毋是咱家己，咱生命的故事主角通常拢是上帝。嘛，永远是上帝，因为见证最后的目的，爱将所有的恶乐甲荣耀来归乎上帝。所以，伫咱的见证的这生命的故事内面，咱爱将一切荣耀归乎上帝，嘛爱将这个主角的角色让乎上帝。见证是要互咱的生命故事内底。来证明圣经就是上帝话所应允的，拢有一咱的生命来实现，拢有来成就。总是我要讲的是，除了咱家己生命、咱身躯顶发生的以外，咱生活的代志敢通做见证。其实见证嘛是带有行动的，这行动是啥物？这行动是通过圣经上帝的话。来看起上帝伫现今的世代要有啥物款的作为，然后照咱的感动，咱所看起的，通过语言、通过文字、通过具体工课，将上帝的作为显明出来，这嘛或者做见证。简单讲，安尼见证就是将咱身躯边的代志，咱徛伫信仰的角度，咱徛伫圣经的基础内底，用各种的方式来反映上帝要伫即个世代应该有的作为。举一个例，即仔全世界拢咧讲即个环保的议题，对无？环保议题。那安尼，咱基督徒徛伫咱的信仰，徛伫圣经的基础顶面的时，咱要安怎来看起上帝伊的作为？咱要通过咱的行道来做这个见证。总是我要讲的是，基督徒面对这个世间，敢只有环保的议题尔。这个世界、这个国家、社会，只有环保的议题尔吗？我相信都有侪议题需要咱基督徒来关心、来做见证。总是咱要有安尼精英的灵性。通去看去，通去明白经验着讲，上帝要伫即个世间应该有的作为的时，咱必须爱先学习分别做圣。咱分别做圣，啥爱追求圣洁？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满有荣光的。咱家己若是无成代表，
大乘分别做成追求圣洁，咱就无法度通过信心来有属灵的看起，来有属灵的感动，咱就无法度来甲上帝做伙来同工。今仔日咱所领受的这段经文，嘛反映安尼的状况。一群人因看袂出上帝伫因中间的作为。这段经文内底，一个目枪木匠，一个目枪行入去一会堂内底，一安歇日的装扮中间，伫迄中间通过讲道赶鬼来顶权威。总是在场的人，叫看袂出这是上帝奇妙的作为。检采因只不过会感觉讲，这个目枪，这个人真厉害，真了不起。伊所讲的道，伊的信息比经学教师搁较有权威。不过，在场并无人用嘴来承认讲伊是基督，无人讲伊是弥赛亚，愈较毋免讲有人会当来认捌伊属灵的身份。这段经文嘛真考试，因为这现场唯一会当认出耶稣是上帝的，偏偏毋是人。是啥？是邪神啊！是邪神。不过，这个邪神所代表是啥物？代表是拉萨污秽、无清气的这个鬼神。这个无清气的神，哪会使为着圣洁的上帝来发声？所以耶稣叫伊点点毋通出声，因为无清气的神无资格为圣洁的上帝来做见证。所以耶稣叫伊点点莫出声。咱知影讲，通过这段经文，最后耶稣的名声才有传遍规个加利利。有，总是咱来想，因会安怎传？因会讲啊，阮拄着基督啊吗？上帝伫早前所应允迄个先知出现啊吗？阮找着弥赛亚吗？一会堂内底，上帝囝来到咱的中间吗？检采因传的不过就是有一个人真厉害，真会讲道，真有权柄，会当赶鬼，伊是一个目枪，真了不起。搁一摆，咱伫马可的记载下面来看去，耶稣伫加利利的服侍中间，不管是讲道也是医治，拢无人开嘴来承认伊是基督，嘛无人认出伊是弥赛亚。唯一知影耶稣是上帝的囝的，却是这个邪神。总是耶稣爱伊点点莫出声。伫马可第1章的内面，一开始咱会发现讲，马可这个作者写真济的地点。马可记载这个人物所出现的这个地点真趣味。大乘咱手头若是有圣经，咱会当做伙掀开来看。第一个出现的地点是倒位？是旷野。行色的约翰出现伫旷野，然后一群人也出现伫旷野。这群人对约翰安怎做伙经过约旦河的洗礼来悔改？煞接耶稣也出现伫约旦河，嘛经过这个约旦河的洗礼。总是耶稣伊受洗礼了后。受洗礼了后，倒一摆退去到一旷野，受撒旦的试。受撒旦的试了后，伊倒去到海边，然后来到会堂。咱可能会感觉讲，啊，就是这个地点嘛，有啥特别的吗？这些地点有什么意义吗？旷野、约旦河、海，甲这个会堂。讲到旷野，咱基督徒会想到啥？特别对犹太人来讲，旷野会想到啥？讲到旷野，就犹太人想起因的祖先是旷野安怎漂流几冬？这40冬一只创啊，敢毋是受到上帝教示甲调整吗？那讲到约旦河咧，讲到约旦河，就想起上帝的信息啦。上帝伫早前刚有应允亚伯拉罕要收拾伊迦南地，最后
约书亚讲是有引出犹太人通过约旦河进入倒位迦南地，所以讲到约旦河就想起上帝的信息。总是讲到海咧，讲到海会想到啥？对犹太人来讲，海是危险的所在，海嘛是邪恶所出现的所在。因为对犹太人来讲，外邦的侵略，拢是对海的另外一边出现的。那咧讲到今仔日的这个地点，这个场所会堂，会互人想到啥？讲到会堂，会互人想到上帝永远不变的疼。犹太人原底就有圣殿，总是因啥爱有会堂？因因叫巴比伦掠去一外邦的时阵，因无法度有圣殿敬拜上帝，所以因一逐所在设立这个会堂，在会堂的中间创啥物会？继续领受上帝的话，只要学了上帝，祈祷上帝。今仔日耶稣行入来会堂，安尼的一个场所，来咱看去讲耶稣在会堂内底来显示，伊来到世间上重要的两项代志，两个事工。第一，就是讲道的教师；第二，就是医病赶鬼，互人心神得到讨棒。在耶稣的迄个时代，会堂有啥物款的功能？会堂是要互犹太人三甲组织，只下彼此沟通的所在。会堂大部分的时间嘛开放，互人会当做社交的这个使用。不过犹太人建立会堂的目的，是要来崇拜上帝。每一个礼拜日就是安息日，犹太人礼拜的这个时间。当迄日来到的时，犹太人三甲组织，伫遐内底，甲咱是共款做礼拜，用诗歌来学了上帝。伊嘛来读律法，甲先知的话来认捌上帝。伊嘛伫这中间来传承信仰，互因的囡仔。上重要的是，是因的崇拜中间有祈祷的时间，有讲道的时间，大家人为着万项代志来祈祷，嘛有祈祷的时间，每一个人恬静伫上帝面头前来默祷。所以咱知影讲，犹太人伫会堂内面，上主要是要崇拜上帝，只遐有对上帝学了，较无上帝，认捌上帝，都祈祷上帝。咱可能心内有一个冲突，会感觉讲，伫耶稣的时代，圣殿还阁伫个啊，圣殿照常有咧运作啊，是安那倒爱都有会堂。犹太人安息日就应该甲咱基督徒相共款，时间到，大家来礼拜堂做礼拜。是安那因无去圣殿，是进入会堂。原来伫迄个时阵，圣殿虽然是犹太人心目中上大、上主要的信仰中心，嘛是因感觉上圣洁、上尊贵的所在。总是路途的关系、经济的关系。毋是每一个人，毋是每一个犹太人，拢有法度逐礼拜去到圣殿来一下做礼拜。可能咱即马电脑真方便 ，Google 来开去，会感觉讲对加利利、对拿撒勒去到即个耶路撒冷，感觉无偌远对无？伊咱会当驶车嘛，那有高速公路嘛，总是古时代人敢有遐方便？迄爱行偌久的时间？遐偌进前就开始出发，啊！讲每一个人拢遐方便，那年岁较大的人要安怎？敢有法度真正每一礼拜拢去到圣殿来做礼拜？所以会堂伫迄个时代就发挥安尼的功能。伫经济无方便、行动无方便的情形下，人虽然讲无去到圣殿，总是有缘进入会堂来崇拜上帝。伫会堂的崇拜中间，虽然无亲像伫圣殿内底有祭司，有遐个仪式，总是咱会当看到会堂内底有文士、有经学教师。所以会堂内底崇拜，这文士也是经学教师，就来代替祭司。啊，总是无祭司要安怎？
要哪举行礼拜，要举行遐仪式。所以伫会堂内底较济就是去研究圣经，去读上帝话。那你无去到圣殿，袂当得到祭司的祝福，要安怎？伫会堂内底会当彼此代祷，彼此祈祷。虽然咱会感觉讲，毋是去到圣殿，检查会当感觉较轻彩，因为圣殿的要求真严。你去献祭，你得行洁净的礼。洁净礼，你可能得洗手、洗面、洗身躯，等等，才会将你的身躯来行这个洁净礼。总是我要讲的是，你去会堂内底相共款，你爱先行洁净礼，你才会使你去会堂做伙参加崇拜。像犹太人这么强调这个洁净礼，不管去到圣殿、去到会堂，拢爱洁净。因为对旧约时代到耶稣的时代，犹太人的信仰上大的较无是啥物？是上帝的同在啦，是上帝的同在啦。诗篇有几篇？150篇，有无？啊，诗篇内底讲是拢咧讲阿拉上帝的话，万军的耶和华。全能的上帝，修饰万美的上帝，创造万美的上帝，这是阿拉上帝的话对无？上帝有好无？啊，总是这么好的上帝，无甲你同在，有啥物意义无？这么全人，这么好的上帝不与你同在，咱只要阿拉有啥物路用？无路用。所以犹太人因信仰上大的较无，就是上帝的同在。上帝是圣洁的，是满有荣光甲尊贵的。人若是较无上帝的同在，得洁净家己，得分别做圣。伫今仔日马可福音的记载内底，上帝伫安息日的时，伊用人的形象，上帝用目像的这个身份，行入去伫会堂内底，上帝亲自向人来讲话。伊嘛，互人对罪恶中、对邪恶的捆绑下面来得到讨棒。总是我相信现场的人所看去的，依然是人的形象，依然是目像的身份。因不过会感觉讲，这个目像真有权威。不管是旧约时代的祭司、先知，还是君王，因拢是上帝特别高抹。来替上帝讲话的代言人，这受竞选的人，因所讲的话，若是代表上帝讲的，因的身份就代表上帝，因的话就带有权柄。谁让上帝要兴起祭司、兴起先知甲君王来代替伊讲话？因为犹太人因感觉家己袂堪得。嘛惊吓上帝亲自向因讲话，因恐惊伫上帝面头前，互上帝的圣洁甲荣光来拍死，所以因感觉袂堪接。对摩西开始，上帝就逐世代来兴起先知来向犹太人讲话。虽然是人代替上帝讲话，总是这个话犹原带有权柄。今仔日的经文内底描写讲，经学教师讲道无权柄。总是马可并无描写讲，是安那经学教师这文书讲道无权柄。马可无描写为虾米？马可嘛无描写讲耶稣的讲道是倒位有权柄。咱嘛无法度来比较，是安耶稣讲的就较有权柄，经学教师讲的就较无权柄。总是咱来想看卖啊，上帝正做人的形象，进入伊的选民的中间，伫遐要来讲道。那安尼，上帝会伫迄中间讲啥物道？上帝若是伫伊的选民的中间，用属灵的目睭看去人的心，伊原无悔改。
上帝属灵的目睭看起伊的选民，犹原无清气、无洁净、灵性犹原软弱的时，上帝正做人的形象伫迄中间，要讲啥物款的道？会讲一堆无关系的故事吗？会只讲耍笑吗？上帝只讲笑话吗？上帝若是真正听伊的选民，上帝会伫中间讲啥物款的道？兼毋是严严责备，来苛刻、来劝勉、来责备因的不义，用命令句命令伊爱安怎做，兼毋是。耶稣安尼的表现，就亲像旧约先知相共款，代表上帝来发言，带有权柄。总是咱通过圣经来知影讲，耶稣就是上帝的囝，耶稣就是上帝。伫今仔日，咱的经文内底，即个写成安怎讲耶稣伊的身份，咱的 PPT 会当拍出来一个。写成讲耶稣是啥物身份？来，恁的圣经安怎写？上帝的圣言，上帝的圣言。照希腊文原文来翻译，直接翻译的话，就翻译讲上帝的性格甲荣光啦。总是这上帝的圣言，若是自旧约来讲，就是上帝所兴起的先知。总是这个上帝的圣言。来到新约的时代，代表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上帝的囝。今仔日咱看到这段经文内底，一会堂的内面所发生的这个事件，徛伫现场的人拢无法度来看起上帝一中间的作为，因无法度对一个目睭的言行连接到伫圣经来阐述。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到底发生伫即个目睭的身躯顶，伊遮尔有权柄，到底有啥物款的属灵意义无？因无法度来将遮个代志连接到伫圣经，连接到伫律法甲先知的话，因无法度来看出安尼的权能是要显示，伊是基督，伊是弥赛亚，伊是上帝的囝。现场的人无安尼属灵的眼光。因为过去的经学教师的教导欠缺责备，欠缺劝勉，至到无法度引带因来悔改，无法度互因的属灵会当得到精英，嘛无法度互因盲行事，让咱连接伫圣经来看代志。这段经文内底最后，敢有讲耶稣的名声传遍加利利。耶稣伫迄当时真受欢迎，总是3当后，耶稣上款会受欢迎吗？耶稣呼召咱来跟对伊，呼召咱每一个人来跟对伊。总是咱敢有常常来研究圣经、查考圣经，来明白耶稣。咱敢有常常通过祈祷恳求信心来帮助咱，来清起咱的心肝。咱敢有常常来灵修，互咱的生活亲像灵修相共款，凡事会当分别做成。咱若是受呼召，无温困来追求遮个，咱的心性就无法度经营，无法度来清楚看起上帝的作为。咱看无上帝作为的时阵，咱就无法度跟对基督的脚步来见证耶稣，见证上帝，来做见证。耶稣所呼召的这4位讨海人，因敢有一现场？因敢有一现场？有。这4位讨海人，因拢有一现场。总是这4位受呼召的人，因是会堂的中间。对这个事件，因到底安怎看、安怎想，咱唔知。咱唔知。总是恳求信心，帮助咱这个白白受呼召的人。通过这段经文，会当得到上帝，伊通过信心，互咱的亮光，互咱的启示，会当互咱得到提醒，得到激励。咱做伙来祈祷。
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对旧约时代，就兴起先知、祭司甲君王来代替你讲话。主啊，因为人实在袂堪得来见到你的荣光甲尊贵，阮实在袂堪得。总是主，你通过你所竞选的人所讲的话，犹原带有权柄，就是阮所读的这旧约圣经、律法甲先知以及智慧书所要对阮讲的话。主啊，你的圣囝耶稣基督嘛来到世间，相共款来为你讲话，甚至我会当讲上帝，你真做人的形象来到世间，亲自向人讲话。总是主，阮人的灵性犹原软弱欠缺，无法度认出你伫向阮讲话。主上帝，你通过耶稣基督呼召阮来跟对耶稣，总是恳求你帮助阮，常常研究圣经、查考圣经，来确实明白主耶稣，确实看出伊要伫现今的世代有啥物款的行大甲作为。主啊，当阮有安尼属灵看去的时阵，求主你帮助阮，会当勇敢壮胆，来对耶稣的脚步做见证，将你要伫世间的作为，通过阮的言行来行出来。也愿主，互阮伫现今的世间，这充满引诱、试探的世间，会当分别做成，追求圣洁，互你的神常常甲阮三脚伫地，有属灵的看去。主愿安尼向你恳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三脚来吟圣诗，圣诗第149首，圣诗第149首，脱出罪恶黑暗的交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奉献，请赵秘书、执事甲莫桂英执事来书献。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这是来报告的大声，请咱来看今仔日的金句。伫酒杯的后壁的头前遮来，因伫中间这世界的上帝，互毋信的人的心清明，免得基督应显的福音会光照因。基督就是上帝的像。哥林多后书4章4节。请咱来读2遍，请。伫因中间，这世界上帝，互毋信的人的心清明，免得基督应显的福音会光照因。基督就是上帝的像。哥林多后书4章4节。伫因中间，这世界的上帝，互毋信的人的心清明。免得基督应显的福音会光照因，基督就是上帝的像。哥林多后书4章4节。咱掀开酒杯第一页，第2页有咱顶周的聚会出席情形，甲后周的服事方，请咱家己来看，来注意。第3页有咱的小组的聚会，第4页、第5页。有咱的大岛的事项，咱第6页有咱的奉献的明细，假使有订单的，请咱的中级也是干事来订正吼。来消息报告第7页，本主日12点伫701会议室要召开关怀部的部会，请部员出席。
第二点，下晡1点半到3点半，伫705会议室，由教育部主办的信仰讲座，是邀请林思孝牧师来主讲，团契成中学，活出美好的团契。第二，欢迎大家来参加。等者礼拜煞要开小会，请伫700会议室来召开吼。多一项，请咱会记住咱的名牌记得带吼。大家互相提醒一下，咱这名牌拢来得挂起来吼。安尼等者交易的时阵吼，较袂记你什么人是什么名吼，咱对较会起来吼。来，下主日伫月长老是李文佳，这事是陈素颜甲刘敏洲。第2月份的生日名单，请咱家己来看。第3，后礼拜1点伫6楼的办公室要召开行政部的部会，请部员出席。教会消息，本会定伫2月10日上午9点半举行2018年第1次的和会，请会友踊跃出席。当日第1场甲第2场合并举行。对即礼拜开始，咱有公告会友的名录，若有漏交也是有毋对，请咱来更正。第2，感谢科中央长老奉献50本8月2的课本，欢迎各位踊跃参加师范班8月2课程。时间是每礼拜的8点半到9点半，地点伫704的教室，总共有12课，已经上到第4课啊。第3，公告奖学金申请办法修订，伫咱的公布栏内底。第4点，3月18日开始第1季的受洗班开课，请要受洗兄弟办公室来报名登记。第5点，活泼的方式认识新约甲旧约圣经的药妆，开始报名。3月初3是旧约，3月17是新约。8点开始报名，甲下晡的开始上课是9点吼，一届6点钟，每一课是600块，报名到25截止。第6点，社区才艺班的消息，招生的消息。妈妈合唱团对1月初8开始，倒球车对3月初10开始，舞蹈班对3月初3开始，花艺班对3月初10开始。咱有海报，请咱家己来看吼。来教界的消息，第1点这咱已经报名截止啊，报名完啊。其他的消息，教会互助社伫2月初是中昼12点伫701的教室要召开互助社理干事会，请理干事出席。具体消息，本会黄德先、曾子怡夫妇伫23日，生有一个新生囡仔，母子平安，请大家为因家人来祝福代祷。第2点，本会林瑞树的先生黄国祥兄弟伫1月27日昨暝8点半，咱伫病床顶的为伊受洗，但是伫今仔日透早5点50分，亡主温调，请咱为家属来代祷。这是请牧师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牧师只是要来做介绍大先直接来介绍这个杜谦顺牧师夫妇来到咱的中间，伊对加拿大转来来参与这个音乐的事工这时请因起立，咱用普话声来甲因欢迎。好，多谢。等下礼拜三咱嘛做来招待这个杜牧师起来6楼爱餐。接续要来介绍的是副国长老的小妹张慧珠姊妹，一张。好，伊嘛是对加拿大转来探亲吼，咱将对
安尼打转来是咱的礼拜中间做为常务礼拜，咱等会当好好交代。头寡咱牧师直接补充的，咱头去念金句的时阵，大人拢有发现奇怪的所在。即世间的上帝，即世间的上帝讲的即个上帝，毋是咱即敬拜的即个上帝啦。意思是讲，即个世界的啥生命啦，也是即个世界的势力啦，吼。所以念即句金句爱注意，毋是讲上帝故意要互咱青迷啦，吼。以上，即个上帝讲的，毋是咱咧条件的上帝啦，吼。好，以上是叫做补充报告。上行179首，上行179首，荣光归伫圣父上帝。起立，请咱来吟全首，吟诗煞请牧师来祝祷。荣光归伫圣父上帝，荣光归圣家上帝，荣光归伫圣神上帝，荣光归三位一体。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你的疼痛，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愿三位一体上帝你的话，常常提醒阮，常常教示阮，也愿信心你甲阮三甲地地来，互阮一世间分别做成，得到属灵的看气。通好跟对耶稣的脚步来做见证，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祝歌。万主的
田甲灭倒。请咱起立来行平安礼，因为咱今仔有较侪时间吼，所以咱会使留伫咱的礼拜堂听，遮大家互相交谊、互相请安。吼，咱先留步伫咱的礼拜堂听来交谊、甲请安。